妈怎么摔的呀？说是街道组织刷墙，他不知道怎么了，就从梯子上摔下来了。那摔得严重不严重啊？说当时就起不来了。那不送去医院给你打电话？打电话的人说是我妈让他们把他抬回家的。妈，妈，哎，你不是摔坏了吗？我要是不摔这跤，我这姑爷是不是不打算回来见我呀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街道刷墙，让我上去刷，我摔下来了，就这样。但他们说你摔得可严重了。我没事儿，我要不是摔下来的话，我现在还在那儿干活呢。街道说要给你们打电话，我先电话打呗。我看看我死了，姑爷会不会回来见我？我们回去。你们既然回来了，就一块吃饭吧。用不着这么积极吧？我给你们做饭去。好的。今天找你们回来，我是有话想要说。那也不用假摔吧。小邹啊，哎，你还住在宿舍里，没有搬回去是吧？应该快回了。我妹说我爸那边快松口了。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外婆跟她爸爸走得早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她这么一个亲人，只有她好了，我才能好。我去过你们家，你们家不宽敞，一家人挤得紧紧巴巴的。而且我听说，就算你们回去住，你们也住在亭子间里，好像连窗户都没有。是。妈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我们家还算宽敞吗？要不然，你就搬到这儿来住。你做我儿子吧。怎么？你不愿意吗？人家邹家家也就他这一个儿子，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没在跟你说话。小邹，哎，你愿意吗？阿姨，就是您这个问题问的，确实是有点突然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你可以好好想想。我真的想要一个儿子。我看你人品好又老实，所以你还是搬过来住吧。芝，你觉得呢？不是，其实我们家也不是不接受小芝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正好在气头上，过一段时间，他们一定就会接受小芝。我女儿就要嫁人了，我希望她嫁得体面，嫁得风光，所以我要求办婚礼。大办婚礼，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们的厂领导、厂长，还有跟你关系好的同事都找来。我还希望你能够让你们的厂长给你们做证婚人。我争取，阿姨，我争取。吃饭。
小杰妈妈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能来吗？你又来干什么？小杰他爸爸不在啊。不在，出去买东西了。你找他呀？哦不，他不在，我正好跟你聊聊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你今天又要干什么啊？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有事儿跟你这个亲家商量一下。来，坐下。我们没有你这个亲家。你可以不喜欢我，可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。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不是亲家，我们是什么？再说了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提倡恋爱、结婚自由。他们俩已经结婚了，如果硬要把他们拆开，那就得让他们离婚。到时候你儿子就是离了婚的人，你要是再给他介绍对象，就得加上二婚这2个字，你愿意吗？都是你女儿害的我儿子。我还想说是你儿子害了我女儿的。行了，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不要跟孩子们怄气，我们能不能抛开成见，做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？我们家小杰真是糊涂，他不知道这要影响他的前途，干这么傻的事儿。我也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啊，她既然已经看上了你们家小杰，而且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我们就得认啊，你说是不是，姐姐？这是什么？你拿钱干嘛呀？你收买我呀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收买你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。就是办婚礼也是我们办，不用你的钱。我问过他们了，他们俩都说一切从简。可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，女孩子一生只能嫁一次，我想把她的婚礼办得隆重一些。我知道你们家的家境也并不是太富裕，这些钱都是我存下来的，就是想给小芝出嫁的时候用的。你们先留着，千万不要告诉小芝这是我拿来的。你也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给他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慢点。酱油买回来了。啊，看下棋回来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儿媳妇他妈刚才来过了。我又没承认儿子结婚，哪来的儿媳妇？你不承认，国家承认了呀。你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儿，你儿子啊，就算是离婚了，将来我们给他找对象就是二婚。你跟我来。这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哟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儿媳妇她妈妈拿来的。那个女人拿来的？啊。拿这么多钱干什么？
说是让我们给他女儿办个婚礼。屁！他拿个钱来，你就收下了，你还有没点原则？你马上把钱给我还回去。这钱啊，咱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这什么钱呢？怎么来的？是不清不楚、不干不净的。可你儿子跟人家女儿结婚了呀，他们有结婚证，国家承认的。他爸，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，婚礼也是要办的，把儿子叫回来。要是不办，咱们脸上也不光彩啊。这钱呐，不能用。谁说这钱干不干净？你管他干不干净，反正是他妈给他姑娘攒的。那我也不用他的钱，我有钱。你有什么钱呢？那点钱，燕子三妹还要读书呢。你有什么钱呢？你怎么才过来啊？我妈来宿舍找我了。你妈来了？她找你有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回去了。你妈来找你能没事儿吗？猜？我怎么猜得着啊？你先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看我脸。好事儿。你爸让你回家了。这好。那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爸让你一块儿回家。让我？我爸说让我带你一块儿回家，他承认你是他们的儿媳妇了，咱俩的斗争胜利了。外面住着不方便吧？搬回来住吧，家里是小点儿，但还是方便一些。既然你们已经领了结婚证了，也算是合法了，你就尽快把新娘子娶回家来，把你们的房间收拾收拾，啊，打扮的要像个新房啊。姑娘啊，他妈去过你们家，你们家里条件好，我们家里呢条件有限，就委屈委屈你吧。不委屈。妈妈写作业了，我们要写作业了。燕子三妹，老师说出去一会儿啊，马上就好，一会儿。你们俩再出去跑一圈，啊，我们再说几句话，一会儿就完，快去。妈，怎么了？那么晚回来，给你留着饭呢。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周姐家接受我了。接受你了，傻孩子，接受你了该高兴，哭什么呀？嗯，他妈妈接受你了。他妈妈到厂子里面叫我们回去，他爸爸还说，让我们赶紧把婚事给办了。他们爸说要办婚事了，还让周姐列个名单，把关系好的那些同事啊都叫上，说准备啊找我们厂长做征婚人的。太好了。啊，妈，周姐的爸爸说，最好两家的家长啊先走动一下，我就邀请他们到咱们家来坐一坐。妈，你可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啊。
伯父伯母，快到了。就在这儿。到了，爸妈。妈，来，请进，来，坐，来，随便坐一个。哇，对，随便坐啊。我们楼下是照相馆，暂时被征用了。哎，燕子、玲子，别乱跑，你们看看就行了。没关系，让他们乱跑没关系的。哎，周杰，去拿凳子。哇，抽水马桶。来，我们看照片。哦，你看，这个呀是小芝1岁的时候，这个是她8岁的时候在动物园照的，这些都是在动物园照的。你看，还有小鹿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我，是当年我在汇中饭店的后花园照的。对，这张也是我，这是我当年的啊。以前那些事儿就别说了。哎呦，还要看。你还拿一边看去啊！拿一边看去啊，当心哦，别弄坏了。小周妈妈，你也坐。来，你们喝茶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想下个礼拜天就把婚礼办了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听你们的。这婚礼地点呀，就在我家里弄里，街坊邻里搭把手，就不用到外面饭馆去办了。我看还是在饭馆吧，里路能塞下几个人啊？那你们打算办几桌啊？我们家亲戚不多，我问过小芝了，她说你们家亲戚也不多，主要呢都是他俩的一些工友，简单点，就3桌，行吗？3桌太少了，规模太小了，不行。妈，我跟周杰算了算，我们邀请的朋友啊，3桌就够了。你别说话。不管你们心里是怎么看待小芝的，可小芝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千金小姐。不管以前你们是否接受小芝，可是现在已经接受她了。我觉得这个婚礼就应该办得大一些，3桌肯定是不行的。妈，跟你说了没说话？我同意你们在理论里面办，已经是退一步了。3桌肯定是太少了。不要以为你们无产阶级就可以欺负我。老实告诉你们，我们也是革命家庭。我们还没有定，这不就是来跟你商量办几桌合适？是啊，10桌。10桌，放得下吗？那至少也得8桌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咱们就换地方。他这个呢，不好对付吧？哎，钱都是你家出的。你看你，霸气去哪儿了？现在也说软话了。你怎么老说呀？你错了吗？你也错了呀。散味儿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好难闻啊！好多了吧？这样啊？老实告诉你们，我们也是革命家庭。你刚才说，我们也是革命家庭。那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？哟，小杰他爸爸身上的味道可真够重，好难闻啊！妈，
你别打岔了，我爸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看他的2个妹妹都能吃，把糖快吃没了。妈，我让你说清楚我爸，怎么这么难呀？你到底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？我都要出嫁了，我想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，都不行吗？以后告诉你。不行，你今天一定要说。妈，你刚才说我们也是革命家庭。你爸以前是一个劲舞青年，组织过抗日游行，后来被日本人炸死了，就这些。你怎么了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是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为什么？他以前是地下党，死得早又没证据，我说了也没人信的。那你应该告诉组织呀，他们会调查的。你一直不写材料，我还以为我爸的问题有多严重呢。我一直都以为我出身不好，我担惊受怕了这么多年。妈，你可害死我了。白梦之，一个美丽又单纯的女人，却是命运坎坷。大家说说，还有谁比苏小姐更适合这个角色呢？谢，跟我回家吧，离开这里，离开电影公司。你走吧，以后再也别来找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，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谢。你刚才说我爸的事儿不会有假吧？你真的应该早点说。你爸死了很多年了，又没有证据，就算我说了，有人会信吗？哎，妈，这个是我爸给我拍的吗？这是你3岁的时候，你半岁的时候，你爸已经死了。其实啊，你早点把我爸的事情说清楚，那我的一切都会改变的。我也不会连一个重视工都不是。我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久，所以有些事儿我都不记得了。那你可以慢慢回忆啊。妈，你可以把能想到的、记起来的都写出来。我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他都做过什么进步的事情，你都写出来，我可以递交给组织的。我真的记不清楚了。你这是干嘛啊？妈，我求你了，这个对我很重要。我们单位一直不给我转正，就是因为我说不清楚我爸的身份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把它写出来吧。行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回忆回忆。妈，我妈说，我爸以前是个记者，还组织过抗日游行，在当时啊是个进步青年，但后来被日本人炸死了。我爸当时好像是个地下工作者，挺神秘的。我妈说她要慢慢回忆细节。那不全都解决了吗？厂里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你转为正式工啊？是啊。哎，手别抖，手别抖，憋住一口气，千万别换气啊！哎，对了，我爸说这礼拜天举行咱俩的婚礼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可真讨厌！你刚才说的让我别喘气，你怎么还问我话呢？考试的一个环节啊，考官就会在节骨眼上问你问题，这时候你必须按照操作规程先操作完毕了，再回答他问题，记住了没有？啊？你去跟咱推荐主任说了吗？我跟主任说了，孙厂长我还没说呢。那到底办几桌啊？爸说吧，地儿还是有点小，8桌。8桌。你不回来了？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？他家小，根本就放不下。妈，我没带多少东西，你看，就带这么几件衣服，还有几本书。明天婚礼过后，你就是邹家的人了，你就有自己的生活了。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等我死了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回来看我啊！妈，你别这么说呀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可嫁了人，你心里就只有自己的男人了，这个我懂。不会的，妈，你别这么难过了好不好？你把我弄得也难过了。我没有难过，没事。只是这20多年，你没有离开过我。现在，你要去面对外人了。祖建不是外人，是小建是一个好孩子，可是他父母很难对付。
行，我不说了，啊。只要你们幸福，啊。你等等。这是你外婆留下的，你选几样吧，以备急用。妈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这些平常我都不用的。不行，我女儿结婚，哪能连一件像样的首饰也没有？别人不说什么，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不去。你还是挑几件吧。妈，怎么样？还是穿裙子吧，穿裙子好看一些。哪有女孩子一辈子都穿裤子？我不穿裙子，我习惯穿裤子。我小的时候，你外婆总是给我梳头，可你呢，爱留短发。我给你梳头的机会少，现在要嫁人了。以后给你梳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啊，对了，做新娘子就是要跟别人与众不同，头上不带点红怎么行？这个太艳了吧？不会，这样才有喜气嘛。看，好看吗？挺好的。你看你，平时都不注意保养，皮肤都不像20多岁人的皮肤了。哎，抹点口红吧。我不抹。这是巴黎的口红，那我更不抹。燕子，来，帮我把帐篷拿下来，把这个摆在盘子里头啊！那跑！哎呀，你这个刀工好啊！这个菜一定要洗干净的啊，不洗干净把人吃坏了。来，这个跑！谢了啊！哎呀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。爸，妈，我们孙副厂长来了。厂长来了。哎呀，厂长好。保州同志啊，祝福你呀！这邹姐、苏芝啊，可是我们厂的优秀职工，所以啊，我代表厂领导特地来祝福你们的。谢谢。这是工会代表厂里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，希望你们2个人以后啊互帮互助，努力工作，为党、为社会、为我们厂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请各位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完成好我们自己的工作。看到，您快坐吧。来，主任，好，哎呀，坐这儿是吧？快坐，好，主任快坐，主任您快坐，主任坐。拿花生过来了。来。
规模还不小啊！吃花生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妈怎么还没来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对吧？倒水，倒2杯水来。啊，没有，还没计划。小董啊，小董，再倒2杯水来。哎，咱们这儿来一小汽车。哎呦，是吗？这谁呀？这样，开车看看，妈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再说了，你来就来吧，你弄台车来干什么？车我是找小胖借的，我女儿结婚，我得给她长脸呀。挺好看的呀。哎呀，瞎说什么？周杰爸爸，周杰妈妈，向你们道喜呢。这位是小苏的妈妈吧？啊，妈，这是我们孙厂长。孙厂长好，不好意思，小女结婚还惊动了厂长的大驾。妈，这是我们车间主任。主任好。哎，好好。还有工会的王大姐。大姐您好。你好。小杰，哎，赶紧让小苏妈妈坐。哦，阿姨，您快请。同志们，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们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代表立新修船厂的领导，来给邹杰和苏芝做证婚人。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，要互敬互爱，在工作中共同提高。一帮一，一队红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努力奋斗，争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。好，现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致敬。接下来，新人互换礼物。儿子结婚了，你哭什么呀？你别管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邹杰和苏芝同志成为革命的夫妻。来，敬大家，敬大家，来，敬大家，敬大家，好。谢谢，谢谢，你们吃啊，吃啊。现在敬酒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
走了以后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